加拿大有統計數據顯示，年輕駕駛人士因為比較常參與或做出高風險駕駛行為，因此保費會比較高。其中男性比同齡女性高出近30%。保險格價網站 Rates.ca 一份報告指出，一名20歲多倫多男性駕駛者喺冇任何索償記錄，亦冇接受駕駛訓練嘅情況下，為一架較新款嘅私家車投保，每年嘅保費可能高達13,418加元。但係同樣條件下嘅20歲女性駕駛者，一年保費約為9,607加元。調查亦發現，25歲以下駕駛者收到超速罰單嘅機率高達6%，收到任何類型罰單嘅機率亦高達5%，發生意外嘅機率為1%7。高速公路安全保險協會表示，對年輕駕駛者嚟講，最好嘅做法就係累積經驗，並保持冇事故、冇罰單嘅駕駛記錄。新手駕駛人士亦都可以考慮接受駕駛訓練，或使用以里程計算費用，並會監測駕駛習慣嘅遠程資訊保險計劃。保費可能可以喺年滿25歲時下降，但喺留意保費嘅時候，可能要同時考慮車款，因為有偷車風險嘅車款，保費會比其他車款高。另一份報告顯示，本田2024年 CR-V 係安省汽車盜竊事故最多嘅車款，其次係道奇 Ram 貨車同埋本田思域。雖然今年上半年安省嘅汽車盜竊案較去年同期少超過1/4，但係汽車犯罪仍然係加拿大嚴重問題之一。有專家建議，車主採取措施保護自己嘅車輛，包括將車輛停放喺車庫或者光線充足嘅地方，鎖好車門，以及使用追蹤器、方向盤鎖等。